啊，可能吃对。欢迎大家走进来绕一圈哈，保佑大家阖家平安，事事顺利。里面还有佛陀跟弟子们的舍利子，这是难得一见的蒙古包哈，宫廷式的蒙古包。如果不想脱鞋子的话，可以穿上我们的鞋套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里面还可以拍照做留念哈。吉祥如意，欢迎进入我们这个宫殿式的蒙古包哈，真的是来自蒙古的蒙古包，大概有3层楼高哈，60尺宽，可以容纳整300个人，跟平常见到的蒙古包有点不太一样哈，里面还展览着来自西藏、尼泊尔、好棒好棒！欢迎大家来参拜。后面还有一些沙发椅可以尝试坐一下，感受这里的曼巴文化哈。是不是方向图呢？无所谓，欢迎大家走进来参观一下。外面天气很冷，里面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温暖。好，这能量气场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欢迎大家走进来绕一圈哈，保佑大家阖家平安，事事顺利。里面还有佛陀跟弟子们的舍利子，这是难得一见的蒙古包哈，宫廷式的蒙古包。好棒啊！谢谢。如果不想脱鞋子的话，可以穿上我们的鞋套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里面还可以拍照做留念，嘿。